啊，毋过伊简单伊就是鱼仔卵嘛，鱼仔卵对鱼仔卵去生的嘛，是啊，毋过我的就是直接反像日本人咧讲的，哦，变态国，哦，变态国，变态国，变态国。啊，若是我吼，我感觉应该用台语来想，伊就是鱼仔卵嘛，鱼仔卵，就叫做鱼卵生。鱼卵是因为要生，啊，对啊。哦，譬如讲，要用盐去生起来。对，譬如讲咱台语有一个词，就是甲动词做上美丽的时阵，就是名词。譬如讲酒开啊。酒开啊！哦，开酒瓶的都酒开啊，酒开啊，开这里就是上美丽嘛，因为台湾是日本统治过嘛。类似敢若咱咧讲韩德鲁，就是直接对啊，讲叫欢嘛，韩德鲁就是北区嘛。对啊，嘿啊，这就直翻的嘛。刚刚鱼卵生这个名吼，听起来比较直接。我要点菜的时候，咱知影我要食的是鱼卵，一讲就知影是啥物。嘿，马上会知影安尼。对日本引进这种物件，都直接用日本话的发音就去讲，所以免太苦。啊，当然你讲鱼卵生，哦，就是照意思去讲的啦吼。是。啊，两种迄个比例无差真济啦，不过这个免太苦有差不多57%的人选的。57%。啊，剩的这个鱼卵生才43%尔。